頸肩背痛一招解決。頸肩背痛好多原因形成嘅，其中係長期低頭工作或長期低頭睇手機，令頸椎壓力大增幾倍，進一步使頸椎間盤突出、損傷甚至破裂，壓迫神經，頸肩背就會痛，針吉咁揦實晒，頭頸轉動不靈。嗱，教你一招解決，因長期間低頭，頸椎間盤前邊嘅受力點壓傷，頸肩背肌受牽拉而致傷。一招解決就係每低頭工作20分鐘至30分鐘，就要抬頭後仰5度至20度，停30秒至1分鐘，頸椎前受力點及受牽拉嘅肌肉就得到休息，頸肩背痛就好快得到舒緩。如果有頭頸劇烈痛、手足麻痹、嘔吐、意識模糊等等，要立即睇醫生，切勿耽誤。預約我哋有優惠，原價700蚊，依家只收380蚊。青衣陳志龍院長親自檢查醫治，深水埗由陳國標院長親自檢查醫治。